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嘿，阿明，今仔日咱要甲大家介绍的小干是啥物啊？咱今仔日要介绍的小干是红顶四桥光毋行，搭配仔紧对人走。即句话敢有无共款的讲法？有啊，像后壁即句搭配仔紧对人走，嘛有人讲寒包雨仔对人走，还是讲半暝对人走。虽然讲有无共款的讲法，毋过因的意思是相像的。安尼小甲，你敢知影因的意思是啥？我知影，即句话有两款意思。头一款意思是，古早的查甫人娶某，爱请4人赶个花轿去迎接新娘，新娘煞毋肯上轿，男方只好高不离将空轿转去。是讲，你敢知影是安怎新娘毋肯上轿？这可能是因为女方无介意男方，新娘才头搭配仔紧，叶叶，甲心爱的人相带走。嘛有可能是因为女方无愿意接受爸母的安排，干那想要甲心爱的人做伙，有追求自由恋爱的意思。还阁有另外一款讲法是，新娘交紧交嫌，人是正当大嫁娶伊毋嫁，紧甲老才甲人相带走。其实即句俗谚嘛有甲人的好意当作粪扫的意思，可比讲我好意要请你食饭，你颠倒无要插我。当我无爱请的时阵，你煞翻头转来讨要爱。这个时阵，咱就会使讲伊是红顶四桥光毋行，搭配仔紧对人走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